三个从来闹练练，穷下谈过安乐线。大家好，我係羅欣欣。一般觀眾啊，都會認為講，你係客家傳統歌謠呢，係你係老人家唱下多。唔過啊，因為呢，你係客家法通呢，推廣你係客家傳統嘅音樂，見來見多咯，所以啊，要有後生人來加入唱你係客家傳統嘅歌謠。在今日嘅節目當中，我哋邀請到兩位歌聲嘹亮、唱到如獎嘅小妹兒來節目當中表現佢哋嘅好聲音，共下來欣賞。客家傳統嘅小調係我哋客家嘅江姐妹小皮演唱嘅喲，皮你好，主持人好，各位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小皮。皮當有意思嘅一首歌曲呢，歌名按到蛤蟆歌。蛤蟆歌，你認為想嚟演唱呢首歌曲？因為呢，我寫呢首歌曲係因為我太好嘅時節，我嘅同班同學佢係客家人，每堂唔是客家話。唔過呢，有一日佢出門嗌講，皮啊，你唔可以唱按到嘅客家歌曲，唔可以唱一首歌曲按到蝦蟆歌。我就想講，乜嘅蝦蟆歌啊？因為呢，佢就唱
一支样片本来看，哇，现代呢係真有名嘅王心凌明星，佢透過細細嘅時間呢，有創了首歌曲，還個有拍千頂以下嘅 MV。故所呢，我就想講，本觀眾朋友呢，睇一些咧無共用嘅客家嘅傳統小調。哦，皮還有一個問題，我想問你哦，就係你幾年來啊，我知哦，你當到染出嘅法筒哦，聽說是照片你係穿台灣啊，吼，所以問你講，因為有人講你係客家法筒王，喺你對你係客家嘅染出啊，喺個表染啊，了啲事情，你就你幾年按表染下來，你就嘛個信得冇？其實我從同細嘅時節就開始接觸客家傳統山歌，差唔多過少1年生嘅時節，我媽媽就想講啊，快啲咧。從細呢冇留不卡嘅聲音講客家話，唔過你聽嘅是然後呢，就嘟後呢不卡附近嘅白講下，又可以一隻客家嘅傳統山歌版。我媽媽呢就想講，準備好客家話好咧，就無心插柳柳成蔭，就開始探一啲客家傳統山歌之行。喺你開始接觸你係客家山歌以後啊，你去表演啊，然後講去比賽了啲法筒嘅時節啦，你去到你感覺到最好搞嘅位數係乜嘅？最好搞嘅位數就係做啲大班都講嘅。細細嘅時節就知道哇，上台出咗啲有點路，就係我媽媽就會買嘅蘇嫩筒，也係乖乖啊之類的餅乾本愛食，那就當好。還個出咗啲巴都講嘅，還有蠻新鮮，就吃到輕歡喜。跟一下睇咧以後呢，就知道頭個細細有按用嘅經歷，以後呢，我知道你係對內一下嘅路程呢係有千態嘅幫助嘅。介皮實下落邊嗰啲染唱嘅歌曲係乜嘅歌曲？嘅接下來呢，我帶來嘅歌曲呢係一首客家呢輕傳統、自由譜嘅傳統山歌《老山歌》。哦，是冇皮哦。咁我哋就實實來欣賞小皮唱嘅《老山歌》。好比仙
客家传统嘅小条路渐渐化。不过啊，咱从界啊係為後生人哦，歡迎依琳，依琳你好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鄭依琳。依琳你好，看你嘅年歲啊，當後生哦，就得請問一下，你今年幾多歲？我會18歲咯。哦，我18歲咧哦。咁你按後生啊，喊從嚟都有客家傳統嘅歌曲啊。就得問下冇你學習啲係客家山歌幾多年呢？差唔多有10年咧。10年咧，咁你就當時就開始唱咯。係。哦，咁你為是學習啲係客家傳統嘅山歌？因為我有看到個小屁姐姐，因為我從東西嘅時節，就認識佢咧，我感覺佢動強、動厲害，做得去到咧台當唱歌，我感覺動強，所以你當線上看到幾位正嘅阿姐在台當唱歌，所以你嘛希望你做得咱從嚟客家山歌吼。係。咁你係從山歌嘅時節，你係用伴戲嘅？係媽媽同我去嘅。阿妹同你去嘅哦。咁當禮拜學習也係講有一個月腳幾多擺去學習嚟客家山歌？1禮拜1夜。咁你係老哪位先生學嘅？車啟貴先生。老車啟貴先生學嘅山歌哦。係。因為啊，你挑選從嚟係山歌嘅時節啊，咁彈起咧嘅原味咪當好。所以呢，希望你做得繼續從嚟係客家山歌。咁你出題從嚟係客家山歌，你係要中意唱乜嘅？從流行歌曲啊，嗰啲之間咪要當愛唱咯。我平常去表演嘅時節就會唱流行歌曲，韓國傳統歌曲。所以你表演嘅時節，流行歌曲也會唱，不過也會記得從你係客家山歌吼。錯。咁依啲出題咧你頭先唱嘅啲小條歌曲，你係要喜歡唱乜嘅歌曲麼？唱三太跳嘅平板。所以。出題你挑選唱嘅小條歌曲，你係要愛唱嘅係平板歌曲。咁實下咧，我哋就來彈一陣唱你係平板哦。好。客家山歌啊，本人嘅印象一出就係年歲較大嘅人來唱，不過今本日繞搶到按後生嘅細妹咯，實在係當歡喜，表示啊，我哋客家山歌要繼續傳承嘅人哦。然後咧，我哋就來彈下後生人唱嘅平板。